心泡归欢喜，心照出，安尼就要来修道对不对？祖师有慈悲讲吼，即期若修道，咱来欢喜心带转去，安尼就要来修道对无？对。啊，朋友们干要来修道，每一工啊保持欢喜心。啊，咱来到道场，第一件代志一定要甲一尊仙佛过的。最前面你知影倒一尊无？祖师。啊，来甲祖师过对无？祖师。你看祖师心胸有开阔。祖师甲咱慈悲哦。咱即期修道一定爱底心啊啦，下气哦，下才会当上来。意思就是讲吼，最简的，无论你修道偌久，你外口讲道，你度偌济人，你了解偌济，你的心若有偌低，未来的果位偌悬对不对？天上的果位真世间家己来修好无？好。安尼修道有信心无？有。来学祖师的精神好无？好。凡事爱退一步想对无？退一步，迈步天空来。好，来，大家一起拍手来。是个祖师的精神，从祖师主的心，弘扬世界好不好？好。修道有信心无？好。来，手把插满我们的心田，低头面前水中有云，修道有根，清净，将大道弘扬世界。对步原来才是向前，原来对步才是向前。想一想最前贤，我们来到世间到底要什么？将心打开。再次来想一想，我们到底还要争什么？海阔天空。今天祖师甲咱慈悲，咱一起修道，将咱的心好开，开好，欢迎修道的来。低头，面前水中
想最前线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将心打开来。想一想，我们的愿力是什么？海阔天空，做事主题啊！咱想到地不讲名，不讲官，不讲你点了。咱的想到无够，想到路人有所求，有所要求安好。我用之力有所求对不对？来，插满我们的心田，一起来，眼见水中有天，有根清净，将大弘扬世界。回复原来才是向前。那想想最前前，到底还要跟众生争较计较什么？海阔天空。想一想最前前，我们来到世间的使命跟愿力是什么？最前前，从周书华一心到这里好不好？向周书主业心，弘扬世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最前前哦，唱歌跳舞欢喜快乐对无？安尼心情有真欢喜无？感觉咱有做事迄种心境哦。阮就是有道嘛对无？最前前，咱有看到高讲这首剧无？有这前前讲吼，这咱这嘛有人有逐渐咧讲这首啦吼。咱知影这首剧啥人写的？什书？第西元前500年，南北朝的时阵，有一个圣父叫做傅大师。傅大师伊伫咧建国时写这首诗。你写这首诗，伊的弟子讲师傅啊、老师啊，你写这首诗吼，迄人后壁人咱看有。最简单甲念一遍，空手举地头，步行听水，真将桥上过。桥楼水无流，迄后壁有啥对？讲对。应该是水流桥无流，但是祖师讲吼，以后1000年后吼，都有迄种吼知影伊的心境的人，会当将这首诗家己流传入这个世界。最前日，今仔日留下吼，就是听到前辈者咧咧准备这首剧，感觉真好。祖师慈悲讲，你若知影这首剧的人。拢家流传，拢是上好的知音，对不对？伊即阵我要找知音啦，最前诶，咱来甲了解即首剧吼。如果若留下来遮学习，若有讲了有较无拄好诶所在吼，啊，则最前诶，则来补充来。